大家好，今期節目我哋唔講花邊緋聞，唔講邊個同邊個去食飯，我哋要講一件發生喺最近，牽動住全香港甚至全國人民心弦嘅大事，同埋喺呢件大事背後意外曝光嘅一段過期但係又無比硬淨嘅關係。大家都知道啦，最近香港新界發生咗一場令人揪心嘅火災，火勢兇猛，災情嚴重，好多同胞嘅家園喺一夜之間化為灰燼。所謂大火無情，人間有愛，喺呢個危難時刻，我哋見到嘅係真正嘅血濃於水，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唔單止係香港本地嘅豪門家族，好似霍啟剛、李嘉誠呢啲大孖沙即刻通過基金會撥款救災，就連內地嘅好多互聯網巨頭，好似字節跳動呢啲企業，都毫不猶豫咁出手相助。娛樂圈作為聚光燈下嘅群體，自然亦都唔會缺席。個名單好長，韓紅、楊千嬅、周深、張傑謝娜夫婦、陳小春英采兒夫婦、李榮浩楊丞琳，一個個熟悉嘅名字，代表住一份份沉甸甸嘅愛心。但係喺呢份密密麻麻嘅捐款名單入面，有兩個名字，當佢哋並排出現嘅時候，簡直係令全網嘅吃瓜群眾瞬間毛管動。甚至有人話睇到呢兩個名擺埋一齊，竟然有一種想喊嘅衝動。冇錯，你哋肯定估到我講緊邊個，佢哋就係張柏芝同埋謝霆鋒。點解要將佢哋單獨攞出嚟講？因為呢兩個人嘅關係實在太過特殊，太過傳奇。佢哋曾經係娛樂圈公認嘅絕代雙驕，後來變成咗老死不相往來嘅過氣夫妻。再後來，一個做咗3個仔嘅單親媽媽，另一個同天后世紀復合。照理講，佢哋嘅人生軌跡已經好似兩條平行線，再無交集。但係今次火災，張柏芝以個人名義捐款100萬港元，謝霆鋒則聯合美高梅同風味控股，豪擲500萬港元。大家留意到個細節未？雖然佢哋冇約埋一齊，冇發聯合聲明，但係喺救人同行善呢件事上，佢哋嘅反應速度，佢哋嘅慷慨程度，竟然係驚人咁一致。雖然佢哋嘅感情早已喺2012畫上句號，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喺離婚13年之後，佢哋竟然再次展現出這種令人震撼嘅心有靈犀。今日我就要帶大家撕開呢啲數字背後嘅真相，話你知點解我話謝霆鋒同張柏芝雖然做唔成夫妻，但佢哋喺靈魂深處其實係同一類人。而張柏芝呢個女人背後到底收埋咗幾多不為人知嘅辛酸同偉大？準備好紙巾，今日嘅故事可能會顛覆你對這對過氣金童玉女嘅所有認知。講返轉頭，我哋先來講講這兩個人嘅硬件。喺娛樂圈，靚仔靚女多如牛毛，但係靚到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符號嘅，真係寥寥無幾。你哋覺唔覺得謝霆鋒同張柏芝簡直就係上帝用同一種模具刻出嚟嘅藝術品？論顏值，呢兩個人真係旗鼓相當，甚至可以話係神級適配。謝霆鋒係咩樣？稜角分明，鼻梁高挺，眼神帶住一種與生俱來嘅桀不馴，簡直就係漫畫入面走出佛泥嘅美少年。而張柏芝呢？大家都話佢係骨相美人嘅天花板，五官精緻到無可挑剔，就算素顏朝天都可以秒殺一眾濃妝艷抹嘅女星。最恐怖嘅係咩？係時間對佢哋兩個特別寬容。佢哋都係1980年出世，今年已經45歲啦。45歲係咩概念？好多人已經係大肚腩、地中海，油膩都唔想睇。但你睇下謝霆鋒喺演唱會上唱跳彈吉他，嗰種爆發力，嗰種荷爾蒙，依然令到啲網民迷得暈得一陣陣。再睇下張柏芝，每次出席活動，皮膚依然緊緻，眼神依然清澈，歲月喺佢身上留低嘅唔係痕跡，而係韻味。除咗顏值，佢哋嘅事業高度亦都係平分秋色。當年佢哋相愛嘅時候，張柏芝已經憑藉同周星馳合作嘅喜劇之王一炮而紅，柳飄飄嗰個回眸，至今都係影史經典。之後仲憑藉電影《星願》
攞咗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最佳新演員，簡直係天降紫微星。而謝霆鋒就更加唔使講，老豆係謝賢，阿媽係狄波拉，自細就生活喺閃光燈下，加上佢自己又靚仔又有才華，雖然初初出道嗰陣俾人噓，但好快就憑實力打出一片天，成為亞洲小天王。更加巧合嘅係，佢哋嘅成長背景都係驚人地相似，大家都係來自離異家庭，自細就見慣咗父母嘅離離合合，亦都係小小年紀就入咗娛樂圈這個大染缸打滾。這種相似嘅經歷，造就咗佢哋一樣愛憎分明，一樣極度缺乏安全感，但又一樣死要面子嘅個性。當時好多人都覺得，比起那位離異大娃，性格清冷，仲要大佢11歲嘅王菲、張柏芝明顯更適合謝霆鋒。佢哋係真正的金童玉女，係天造地設嘅一對。但係命運就係中意同人開玩笑，越係睇落絕配嘅人，佢哋嘅感情路往往就越係跌宕起伏，甚至係鮮血淋漓。我哋將時間嘅指針撥返去20幾年前，佢哋嘅故事精彩程度絕對超越任何一部 TVB 長劇。最經典嘅一幕發生喺2001年嘅 TVB 8大金曲頒獎典禮上，嗰晚嘅氣氛，而家回想返都覺得詭異又刺激。當時21歲嘅謝霆鋒留住個長髮，紮住條辮，型到裂開。佢喺台上唱住嗰首《香水》，唱唱下，佢竟然走落台，一屁股坐咗喺張柏芝身邊。當時全場嘩然啊！你要知道，嗰陣時謝霆鋒嘅正牌女友係王菲啊，而王菲就坐喺前排。當謝霆鋒同張柏芝喺度熱情互動，笑到見牙唔見眼嘅時候，鏡頭好衰咁捕捉到前排嘅王菲。天后雖然戴住黑超，但我哋依然可以感覺到佢頻頻回頭望向後面嗰兩個人嘅眼神，充滿咗一種難以言喻嘅醋意，甚至是殺氣。而更加戲劇性嘅係，坐喺謝霆鋒另一邊嘅係邊個？係陳冠希。當時嘅陳冠希望住這三人之間嘅微妙互動，臉上露出咗一個意味深長嘅笑容。如果你而家再睇返嗰張相，真係會起雞皮，仿佛命運喺嗰一刻已經寫好咗所有劇本，預示咗後來這四個人之間剪不斷理還亂嘅恩怨情仇。這場典禮之後冇幾耐，轟動一時嘅風飛戀就宣告破裂，開啟咗三人之間分分合合嘅拉鋸戰。直到2004年，王菲同李亞鵬嘅關係逐漸明朗，風飛戀徹底落下帷幕。屬於謝霆鋒同張柏芝嘅風之戀時代正式登場。老實講，比起同王菲一齊嗰陣時嗰種迷弟般嘅純情同懵懂，謝霆鋒同張柏芝喺埋一齊之後，先真正展現出一個男人應有嘅責任同擔當。2006年，佢哋喺菲律賓一個小島上閃電結婚。據講當時謝霆鋒係精心策劃，瞞住全世界，連父母都冇通知，就係為咗俾張柏芝一個最浪漫嘅求婚。隨後佢哋火速做人，3年抱兩 ，Lucas 同 Quintus 相繼出世。面對外界對浪子回頭嘅質疑，謝霆鋒曾經斬釘截鐵咁講：起碼我覺得值得，否則我唔會咁做。婚後嘅謝霆鋒真係變咗好多，佢開始搏命拍戲，拍動作片唔用替身，由高樓跳落嚟，俾人打到周身傷。就係為咗賺錢養家。佢話唔想太太辛苦，甚至一向該傲自大嘅佢，仲曾經喺訪問度直言：外面比謝霆鋒優秀嘅男人咁多，我有危機感㗎。嗰幾年，佢哋真係好相愛。謝霆鋒攞金像獎影帝嗰陣，張柏芝喺台下喊成淚人，謝霆鋒喺台上第一句說話就係多謝太太。而張柏芝亦都將生活重心完全轉移到家庭。佢話謝霆鋒經常諗好多嘢，全部都係為咗將來，為咗小朋友做規劃。只可惜童話故事通常都係寫到王子同公主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就結束，因為現實生活往往係一地雞毛。導演王晶曾經一針見血咁講過，張柏芝同謝霆鋒兩個人個性極度唔啱，就算當住外人嘅面都可以大吵大鬧。謝霆鋒亦都承認過，佢同張柏芝都係極度缺乏安全感嘅人，
佢哋好相愛，但係又唔知點樣相處。兩隻箭豬抱埋一齊，越想溫暖對方，就越係會刺傷對方。終於喺2012，這段維持咗6年嘅婚姻宣告破裂。離婚對於好多夫妻嚟講，往往意味住撕破臉皮、爭產、爭撫養權、互爆黑料，搞到滿城風雨。但係謝霆鋒同張柏芝展現咗教科書級別嘅體面。即使離婚之後，你從來未見過謝霆鋒喺公開場合講過張柏芝一句壞話。每逢談起前妻，佢眼裏依然係欣賞。佢話張柏芝一向愛憎分明，係一個敢愛敢恨嘅人。佢感激張柏芝將2個仔教得咁好，冇喺仔面前講過老豆嘅壞話。同樣，面對自己離異帶住2個仔，後來仲生多個細仔，張柏芝亦都從未有過任何怨婦式嘅抱怨。用佢自己嘅話講，發生過嘅事，我絕對唔後悔。離婚嘅女人亦唔一定就係慘，因為可以學到好多嘢。甚至當後來謝霆鋒同王菲世紀復合，全網沸騰嘅時候，張柏芝表現出嚟嘅大度，簡直令黑粉都收聲。佢公開真誠咁祝福王菲同謝霆鋒，希望佢哋得到快樂。這種胸襟，問心嗰句，有幾多個前妻做得出？或許正正係因為呢份真性情，令到佢哋就算離婚之後，都一直維持住一種微妙而溫暖嘅親情。佢哋雖然唔再係夫妻，但依然係家人。就好似謝霆鋒講過，因為娛樂圈太複雜，所以佢更鍾意單純嘅人。而張柏芝雖然同佢個性唔合，容易情緒化，但其實佢哋本質上係同一類人，佢哋一樣咁真誠，一樣唔識掩飾，一樣勇於保持自我。最關鍵嘅係，佢哋骨子裏都流住一種合意嘅血，路見不平必會拔刀相助。就好似今次香港火災，謝霆鋒同張柏芝喺第一時間內，一個二話唔講直接由個人戶口過數100萬，一個則聯合公司資源捐出500萬。呢100萬同500萬雖然金額唔同，但份量係一樣重。你要知道，張柏芝而家係單親媽媽，要養3個仔，佢嘅錢係1分1毫自己賺返嚟嘅辛苦錢，而謝霆鋒背後有龐大嘅商業帝國。佢哋嘅善舉唔單止再次證明咗佢哋嘅默契，更驗證咗佢哋彼此嘅眼光。佢哋當年冇愛錯人，對方都係一個善良有擔當嘅人。正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如果唔係因為大家都有呢種善良嘅底色，當年又點會成為一家人呢？講到做慈善，娛樂圈好多明星鍾意大搞排場，辦發佈會、發通稿，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佢捐咗錢。但係張柏芝唔同，佢從來都係悶聲做大事。如果唔係媒體後來挖出嚟，或者受助人爆料，好多人根本唔知佢做過幾多好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話係抽心嘅一次，要數返去2002年，當時佢為香港某醫院籌款做公益演出。大家仲記唔記得炮彈飛車？唔係拍電影啊，係真係現場直播表演，嗰種要坐住架賽車從高空斜坡飛出去嘅驚險動作。當時主辦單位原本無要求咁高難度，但係張柏芝為咗籌到更多善款，主動要求增加難度。佢話如果我飛遠啲，籌到嘅錢係咪會多啲？結果意外發生咗，飛車提前落地，巨大的衝擊力令佢當場受傷。醫生診斷係第12節胸錘碎裂，幾股嚴重扭傷，差少少就傷及神經導致癱瘓。當時佢瞓喺病床上，動彈不得，成個人痛到面青口唇白。但係你知道佢醒返之後講嘅第一句說話係咩嗎？佢唔係問我會唔會癱，亦唔係問我塊面有冇事，而係問工作人員今次籌款夠唔夠。聽到呢度，你真係會對呢個女人肅然起敬。呢個係咩精神？呢個簡直係揾命搏。3年之後，佢條胸錘嘅傷其實仲未完全好返晒，佢又應承咗為 TVB 慈善星輝人祭夜表演冰山芭蕾。為咗呈現最好嘅效果，佢反覆練習那些高難度嘅旋轉動作，
結果又唔小心跌倒，骨盆再次受傷。身邊嘅朋友、經理人都勸佢：柏芝啊，你唔好咁搏啦，你是當紅女星，隨便拍個洗頭水廣告都比呢個賺得多啦，犯得着拎自己身體去冒險咩？可佢每次都只係笑笑口，講句冇事嘅，下次有公益演出記得叫我。除咗呢種拼命三郎式嘅表演，佢私底下嘅捐助更係數不勝數，而且好多都係親力親為。2009年，佢參與關愛癌症末期兒童嘅活動，佢唔單止自己捐咗50萬，仲動用自己嘅人脈，碌盡人情卡，拉嚟廣告廠商贊助。喺陪住嗰啲患病小朋友拍 MV 嘅時候，佢全程無一點明星架子，蹲喺地上同佢哋傾偈、玩耍，抱住佢哋，眼神溫柔到好似個媽媽咁。後來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張柏芝第一時間聯合代言品牌捐款捐物。佢唔係捐錢就算，佢係連物資都諗得好周到，帳篷800頂，婦女衛生用品2000包，蠟燭1000包，甚至連即食麵都準備咗200箱。隨後佢推咗部分工作，素顏參與四川衛視嘅公益晚會，喺台上含淚演唱《星語心願》，幾度哽咽唱唔落去，嗰種真情流露係演唔出嚟㗎。呢幾年佢由萬眾矚目嘅影后變成獨自撫養3個仔嘅單親媽媽，生活重心逐漸由熒幕轉向家庭，但做公益嘅腳步從來都冇停過。當佢定居新加坡嘅時候，佢加入咗當地一個非營利慈善團體做義工。佢唔係去打卡影相，佢係真係去職場做嘢，專門俾生活困難嘅人派發膳食，每星期至少去3次，有時仲會自己掌著做大鑊飯，帶住圍裙，身水身汗咁炒菜。呢啲嘢如果唔係一齊做義工嘅粉絲偷拍發咗上網，大家根本唔會知。2017年，得知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幫助受艾滋病影響嘅兒童，佢二話不說，第一時間捐贈20萬現金，用於為小朋友提供更好嘅生活環境同心理引導。而且佢仲特意同工作人員講，應該用愛溫暖佢哋，哪怕只係一個擁抱，並且千叮萬囑工作人員唔好對外聲張，佢唔想借呢啲事炒作。有人話明星賺錢容易，捐啲錢唔算咩？呢句說話好刻薄，錢係好賺，但心意難得。更何況張柏芝嘅可貴之處係，佢就算喺自己最難嘅時候，都冇停過幫人。當年佢經歷人生低谷，受某門事件影響，事業一落千丈，又要獨自撫養2個年幼嘅仔，經濟狀況其實並不如大家想象中咁寬裕。可就喺嗰段時間，電影《心願》嘅攝影師陳國雄意外溺斃，留低妻子同小朋友無人照顧，生活陷入絕境。張柏芝知道之後，悄悄往對方妻子賬戶打咗50萬救急。這筆錢直到導演馬楚成後來爆料，大家先知。作為單親媽媽，佢對未成年人嘅教育亦十分上心。2013年冬天，佢帶住2個仔 Lucas 同 Quintus 去河南樂寧兒童福利院。佢唔單止俾小朋友送去羽絨服、帽同手套，仲陪住佢哋做遊戲，跳當年最 hit 嘅江南 Style。從此以後，佢每年都會以郵寄嘅方式俾福利院寄物資，一寄就係連續4年，從未間斷。難怪謝賢早年間接受採訪時，提起張柏芝就忍唔住豎起手指公誇讚，佢係一個敢做敢當嘅女英雄，係謝家嘅好新抱。當時仲有人覺得謝賢係礙於兒子嘅關係，或者係想幫個孫仔留面子先咁講。可而家睇返佢呢20幾年嘅經歷，你先明白4哥呢句說話一點都唔誇張。張柏芝確實係一個女中豪傑，佢經歷過人生嘅風暴，由一夜成名到輿論低谷，由甜蜜婚姻到獨自前行，外界嘅質疑同嘲諷從來都冇斷過。可佢從來冇喺公開場合賣慘，亦冇賣過受害者人設，只係默默將3個仔撫養長大，將公益堅持到底。今次香港大火嘅捐贈事件之所以可以令佢口碑暴漲，其實唔係因為呢100萬港幣，而係大家透過呢件事
睇到咗佢20年來始終唔變嘅初心。喺呢個凡事都要靠通稿、靠營銷、靠人設嘅娛樂圈，張柏芝選擇咗一條最笨嘅路。佢唔炒作，唔炫耀，將公益當成生活嘅一部分，將擔當刻進骨子裏。謝霆鋒同張柏芝，佢哋嘅愛情故事可能已經結束咗，但佢哋作為人嘅光輝，卻喺分開之後變得更加耀眼。佢哋用實際行動話俾我哋知，愛情可以消失，婚姻可以結束，但係人性嘅善良同對社會嘅責任係永遠唔會過期㗎。佢哋兩個，一個喺廚房同舞台上繼續發光發熱，一個喺家庭同公益路上默默耕耘。雖然身邊嘅人換咗，但係那份對世界嘅善意依然係同步嘅。這或者就係所謂嘅最高級嘅默契，唔需要喺埋一齊，但我知道你會做正確嘅事，而我亦都一樣。各位朋友，睇完今日嘅故事，你對張柏芝同謝霆鋒係咪又有咗新嘅認識呢？你覺得到底係王菲嘅清冷高傲更令人着迷，定係張柏芝這種有血有肉、敢愛敢恨嘅俠骨柔情更打動你？歡迎喺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話俾我知你撐邊個。如果你都被佢哋嘅善舉感動，記得幫我點個讚，轉發俾身邊嘅朋友，亦都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繼續帶你用唔同嘅角度睇盡娛樂圈嘅人生百態。大家保重，好人一生平安。